首先我们要承认一点，就是时代不一样了，现在赚钱确实要比以前难很多。也许你10年、20年前在中国赚了很多钱，但是现在即使让你回去干同样的事情，你已经很难再赚到那么多钱了。所以这不一定就是孩子的能力的问题。其次呢，大自然界有一个法则叫回归均值法则。比如姚明身高2.3米，他的子女不太可能一直往2.4米、2.5米方向去走，他的后代大概率是要往2米、1.9米、1.8米的方向去走。同样呢，你可能很成功、很优秀，但是你不能指望你的一代一代的子孙后代都像你一样优秀，甚至比你更优秀，因为这是违反自然法则的。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帮我们的子女打造一个高认知门槛，但是低执行难度的财富堡垒，就是带他们去做一些普通人觉得很难理解，但实际上执行难度并不高，但是很赚钱的行业。比如说在美国整栋买楼。查看评论区。